喺台东市丘上区嘅太同戏院，1958年落成营业，有60年历史哦。不过2009年火烧火过后，就关门咧。因正当地居民反映嚟过多摆，讲后部一表怕会乌黑的样诶。台东县政府本单6月15日爱提拆黑的，不过有许多民众感觉佢唔判得，讲爱拆以前，许多走路边嘅房嘅太同戏院，判边天阳快上发通。没有民众争议，更有必要爱屯一个太同戏院拆黑呢，和申请登录做历史建筑。台东县政府每几天暂时冇爱拆嘅。案发的台东青岛家下是有32间的戏院，差唔多搭只乡镇都有2间国家喎。不过2009年过后，都冇半间戏院睇开业。因多年来表亚嘅限，更加存到代替7间有部分建筑限材。是大本大家欢喜屯回忆的老戏院，能摆而用的能好呢？向下嚟关心。依基啊依基，有时就系当天的讲法。本单6月19再用外流的名义，由台东县检察处来拆退的太同企业，现在民间争议拆退的必要性，县政府国部长来签填。同时，台东县文化处也接到民众提出，要讨太同企业登录做历史建筑的申请。文字委员到现场初步勘查时节，也引起太同企业股东的不满。警讲太同企业系私人的，不应该被列做历史建筑。一讲建筑办下来，又应该没人来负责。我们安全性我们要考量，还有我们业主本身的利益我们也要考量。所以这是所有股东的、所有的家族的部分，并不是今天一味的或者怎么样情况。我觉得这是我们必须要比较中立来看这件事情。1959年落成营业，到也係60年歷史嘅太同企業，係喺台東市最大一間天然業。2009年一場半夜嘅大火燒塌，將存到4面壁，其中一面嚴定隔壁人家屋，3層嘅暗角嘅後壁，連沙將會彎下來。加拜樓太同企業反擊，係因為太同企業嘅股東唔肯夠投資花錢來賺，該向同縣政府來澄清，由縣政府來推測。因為它圍牆後面緊貼的成功路後面一排的，也是他們的後圍牆。那現在的颱風地震都很大，我怕倒塌，然後居民也跟我反映很多年了。我也有想要做個文化村。小型的文化村，因为筹措资金和股东的意见总不那么容易统一，非拆不可的话，我们也不会反对。非常希望能够有其他的方法。太同企業停業過後，當時全台同縣出嚟講冇任何一件企業，而且到2011年，台東縣政府用 BOT 嘅方式引進大型嘅連鎖天然業。太同企業這邊上去，其實係皮蛋一道台東人成長嘅共同回憶。我那時候小時候的時候就這家電影院這樣而已，然後所以就是只要有電影的話，要上映特別有院線的話，就是比較熱賣的話，他們就一定會來看這樣。你站起來的時候，嘣一聲，大家就知道你要離開了哈。然後就很多人在那邊望着你那個離開的身影，因為那個位置會是很搶手的位置，因為過去沒有清場，所以當熱門的電影開始播放的時候，是人山人海擠滿了啊，在整個戲院。然後上映主管啲拆鐵前，啲名路嚟抄台東嘅鄉親，到太同企業嚟攀，並天樣嘅快閃嘅發通。20人嘅民眾有啲苦頂，有啲草地，往裡往邊嘅蔬菜，可能別當個邊頂嘅骨片。重新想起當年的時光，它真的被拆掉，那這件事可能永遠沒有辦法再發生。那我們今天就用一個比較簡單然後快速的方法來這邊看電影。這個是我們曾經年輕的回憶，對，然後帶孩子來看看以前我們的電影院跟現在的電影院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一件私人的天然業會引起大家注意，關鍵就係啲天然業樓地區發展有動態關係。台東地最近嘅時節有32間天然業，唔單止表天業，也無天氣嚟做舞台戲、歌戲，也係歌舞團表演。像喺最北片池上橋，自1965年落成到一下，還有啲位建築體嘅5組企業。當時就係為咗服務附近嘅退補費、台東農場嘅路費和露天藝戲團改建做天然業。講要430，其實要拆450個位嘅讀片，並熟錢人按人學是唔敢錯啊，但是位嘅是假。哦，這樣是阿邊個較大？係啦，佢熱來熱啦。
一直抗战时期，因政中部环关公路完工，当多等等退伍的官兵必安置的资本农场，同时将的东部开发总税来做土地开垦。前推动1亿元总用期，一啲资本体系设立的建设企业，喺资本体系的第三处天然业。最南边的泰武，在为到服务各样时的多数的工人，作唔少一啲村外人，像嘅高雄民农乡亲，到泰武当地来投资天然业。如果有那个歌舞团去的时候，根本就客满啦，大家拢坐到头前去，无免坐椅啊，拢家己扎椅啊去迄戏台卡遐看。有啦，也有歌舞团啦，那个开发队的人最喜欢，全盛期是这样，没有错。政府给啊直接有多数的领班啊，领务局的多数的啊，人口几多太武啊，侬咪来给啊都这边热闹嘅咧，安布条都哇一条路都满满的人。山땅嘅下來啦，嘅日就係建設也唔會差啦。台東係相對較配國嘅所在，依度較受到歡迎嘅天然，但是等到食譜變刷咧，就會送到台東來標。望該複製嘅構建，也係台東林地來標。故所無控要鄉鎮嘅天然業，也係向佢合作，請專業來照片。林地來標較受到歡迎嘅樣片。而家做所有哪個咧？我哋咧做所有哪個嘢？所攞照片，照片所以有一個槍人可以殺人。咁咩槍咯？係啲條架槍？咩？我哋用飛機台嘅人槍啊。因為我哋上下單獨一件咧嗬，冇法度組片啦，咁咪做連結聯盟啊，做伊個沿線啊，我安尼都各鄉鎮，大概。嘅啊，最近啊有呢引進工會啊，工會要跟人協調一啲事情啊。前在做咧樂意嘅83年嘅天然業，一邊做地方嘅公共設備嘅場所，呢度學校畢業典禮，一當家先啲復區嘅天然業來拍，變做地方嘅政見中心。國中第一屆畢業典禮也在這裡，一直到民國應該在因為我64年都還有印象，這裡還有畢業典禮啊。這裡就是我們那個，因為學校都沒有禮堂嘛。啲家家戶戶係望天師嘅年代，天然做嚟講係最重要嘅娛樂。唔過一唔係一般人平常做咗看嘅，當時呢度小朋友做喺相親各樣嘅辦法，呢度天然業，願意係會爬上，亦叫孔嘅掉。這個門的下面大概就20公分的空間，我們在這個地方呢，在這個地方就挖一個隧道，然後人就可以跑進去看電影，然後呢，看完畢，我們跑完畢把那個土又回填。然後我媽媽在顧血，我就拖開後門讓他們進去看。我常常這個去賄賂同學。因為韓式有機會到戲院地度看天然。本意當然開始想要以做天然嘅條路，將要帶啲資本體系行嘅承建面，韓式做好畫圖，就是啲戲院放話天然嘅看板，過後就先後啲推動事件戲院，專門做天然嘅廣告。本單帶啲高雄民農嘅泰武戲院嘅創辦人，也係韓式接觸到天然廣告嘅看板，真開始天然業嘅事業。即我都上愛花嘅啦，我都有個氣味啊，有個興趣啦。看到嘛，間我都想去畫啦。唔過人哋畫間係像個漫畫，人哋畫間要整個功夫，要做個師傅教佢按來。你話做初中嘅，要做伊嘅下課中學啊，要做個美容叫美圖戲院啦，要做伊個看人嘅畫，就要安尼熟悉就引帶天花啦，要做伊。用天然就唔是看天然唔是錢啊，為天數安尼啊。現正一個當然有電視機留樣帶，天然唔係個係大家當作以收費嘅娛樂。30人見天然演都少咁小規模，也係拍本人做歌舞團表演來維持開銷。到1980年過後，大部分嘅天然演都留少停止營業。1985年泰武戲院關門過後，除咗台東市。其他鄉鎮都冇任何一間天然業，到1991年，全台東將轉到泰同企業都硬撐。
天阳烟是本录影带 Max 的，因为可能因为上下好像也院线的问题嘛。台北大都市是首轮片啊，而且标还也可以下放呢。后摆台北上片，录影带就有诶，录影带就拷贝就出来。股东数也很多，大家也没有那么个兴趣了，也没有热情，没有那么炙热。而且呢，戏院的生意也一直在没落，所以就一直停顿下来。老一般建筑唔约，就算生期喺10年内，沙依岛地方民众有共同回忆的所在，故所从北到南，无论係池上五族企業、台東市太同企業，也係資本建設企業。當企業放棄研究嘅時節，都是由沙期來賺個利用嘅經費。2013年，池上福建沙期就通言民眾，向下邊採費五族企業外邊，人家上來種錢來賺。資本經驗地也申請水保局計劃，到建設企業選學，整理做沙期400頁。荒廢很久，然後很雜亂，我們也把周邊的環境呢，做一個整理，讓大家也來懷舊這個戲院，順便可以在這個花園裡面觀賞。他們希望說能夠恢復舊觀吶，就是變成過去戲院的樣子。那我們去會看了一下現場因為它的屋頂整個塌陷，那如果說要恢復舊觀的話，依現在的什麼公安啊、消防啊、建築強度各方面可能有蠻大的難度所以說這個部分一直沒有辦法來進行。不過今天案發的露天營業，但是 VD 市中心檢發地攤，後院呢還做得準備做太賣場呀倉庫來用。不過就像太同企業一樣，變做沙期此案我做嘅素材。呢度條架行喺上外拆木賣鐵，也長期來開發。覺得說，如果真的還能再利用清一清，種賣場啊什麼的，OK。但是現在百業蕭條，就只有荒廢那邊。我們姐妹也曾經想說把它打掉，重新蓋房子。你看本期裝起了，還擺唔知乜嘢嘛，前年唔知。現在我們在我們的手中有錢把它建房子，因為這個是建地啊。1963年開幕嘅花蓮縣富里鄉水務大太企業，也係接受嘅第四代陳李橋使用同樣嘅想法。就算企業喺1991年就建停業，不過2014年代，佢重新同老企業嘅大門打開來。大正業前時間從高雄轉到富里，和天企業來變停業。可以讓那個舊有的空間裡面，它再恢復它原來的那個功能。對，我覺得這個會比較意義會比較大一點。現在水務大太醫院停業過後，還被建造倉庫來用，不少地度嘅設施，但是保持一完善。54年前開始用嘅娛樂企業店嘅舞台，老蘇錯嘅舞台都係一好。也認證 VD 下東隔嘅富里鄉開發合力社，為企業做得保留當年嘅氣氛，時間就像停下來樣嘅。不少特別變天樣，總做得像一島人下。很開心啊！那在好不容易保存下來的這樣一個很古老的一個空間裡面有心人做這樣的這樣的維護然後做這件事情，我覺得很棒的事情所以來看空間，也來感受這樣的人文氛圍。我能做的就是每個月回來開門，播一場電影，就這樣子而已。剩下的29天，這家戲院還是在關門的狀態。長期關心花東地區文化資產的建築師就認為，老企業啲企業的發展當中有其嘅特別的意義。文字架設不應該搶看硬體部分，更加重要嘅係都市共同記憶和情感。當老企業派出嘅時節，公部門應該從整體來看，顧到都市發展和所有權益嘅權益，為老企業尋到重新發揮可能。當他的所有權人並不是一定要拆掉它的時候，那公部門就很有機會有角度去切入，它有沒有可以替這個舊市區裡面產生某些活化的空間的可能性，然後達到所有權人的同時，他的利益他的權益可以被尊重跟保留。一張張老相片凍結嘅時間，留下係當年嘅人事物件，但係實行一天樣嘢嘅人，做咗嚟講一段這樣式嘅回憶和故事。
竟然落去呢條價一套貪，做主無好講結，一無能力，當年呢他家歡喜就飛呢落鑊，咁廣昌春到拆國天天氣。